成功的秘籍是人们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目标。从不同领域、背景和个人经验中，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些共同的成功秘诀。虽然每个人的成功路径都是独特的，但以下几个要素常常在成功的故事中出现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。1. 设定明确的目标。成功的第一步是设定明确的目标。目标应当具体、可衡量、具有挑战性但又实际可达。明确的目标不仅可以为你提供方向，还能帮助你衡量进展并激励自己。例如，如果你的目标是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，那么你可以将其细化为每天写500字，定期参加写作班等。2. 持之以恒的努力。成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，而是持之以恒的结果。无论是在学术领域、职业生涯还是个人兴趣中，持续的努力和坚持都是至关重要的。成功往往伴随着大量的努力和付出，即便面对挫折和失败，也要保持积极的态度，继续前行。3. 不断学习和自我提升。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，不断学习是保持竞争力和实现成功的关键。无论是通过正式的教育、培训，还是自学新的技能和知识，都能够帮助你保持领先地位。成功人士通常具备强烈的求知欲和自我提升的动力，他们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库和技能集。4. 积极的心态。成功往往与个人的心态息息相关。积极的心态能够帮助你面对挑战，克服困难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成功人士通常具备乐观的态度，即使在逆境中也能保持信心，并从失败中汲取教训。心态的积极性不仅能增强个人的韧性，还能影响你周围的人和环境。5. 有效的时间管理。时间是有限的资源，如何管理时间直接影响到成功的效率。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够帮助你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，提升效率。设定优先级、制定计划、避免拖延等都是有效时间管理的关键方法。成功的人通常善于分配时间，确保重要任务得到及时处理。6.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人际关系在成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关系网络能够为你提供支持、资源和机会。成功的人往往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，他们懂得如何与他人合作，共同实现目标。7. 适应变化。变化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成功的人能够灵活适应变化，面对不确定性时，能够迅速调整自己的策略和行动计划是成功的关键。无论是在市场环境变化还是个人状况改变时，保持适应性和灵活性能够帮助你抓住新机遇，规避潜在风险。8. 健康的生活方式。身体健康是成功的重要基础。
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支撑你追求更高的目标和承担更大的压力。保持规律的作息、合理的饮食和适量的锻炼不仅能提升你的精力和专注力，还有助于长期保持高效的工作状态。9. 善于利用资源。成功不仅仅依赖个人的努力，也与善于利用资源密切相关。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源，包括知识、技能、人脉和工具，可以显著提高成功的机会。成功的人懂得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最大化利用这些资源。10. 自我反省与调整。自我反省是成长的重要环节。定期对自己的表现进行评估，识别不足并进行调整，可以帮助你不断改进和提升。成功的人通常具备良好的自我反省能力，能够从经验中总结教训，并不断调整策略以实现更好的结果。总的来说，成功的秘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，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体现。设定明确的目标，持之以恒的努力，不断学习，积极心态，时间管理，人际关系，适应变化，健康生活，善用资源以及自我反省，都是实现成功的重要要素。通过不断实践和优化这些原则，你能够更接近自己的成功目标。